10年延續 Tutor Circle 聯繫知識與夢想，幫助更多學生同導師發光發熱。好記得嗰陣時係大學3年級嘅時候，我同2個科大嘅同學仔一齊開始咗 Tutor Circle 尋寶。我哋嗰陣時都係以一個補習導師嘅身份，咁我哋留意到咧，私補其實有唔少嘅問題嘅，包括咧係中介費較貴啦，同埋導師嘅質素咧都比較參差嘅。所以我哋決定咧打造一個更加優質、更加高效嘅補習配對平台，去服務更多嘅導師、學生同埋家長嘅。好記得嗰陣時啦，我哋係用咗1萬蚊嘅起動資金啦，去開始咗 Tutor Circle 尋寶嘅。我哋由街邊去派傳單啦，去到呢一個網頁嘅設計啦，我哋都係一手去包辦嘅。我哋好記得嗰陣時嘅心情咧，係既興奮又忐忑嘅。興奮嘅係我哋可以透過我哋自己嘅努力啦，去幫到更多嘅學生同埋老師。忐忑嘅係作為學生創業，其實失敗嘅機率咧係非常之高嘅。但係我哋本住為學生、為導師服務嘅心，都勇敢向前，打造一個更加優質嘅補習平台。呢10年嚟啦，其實無數嘅瞬間啦，都讓我哋覺得係值得嘅。其中有一個例子就係一個中6嘅學生，佢嘅數學嘅成績咧係長期低迷嘅。佢哋透過我哋 Tutor Circle 揾咗一個既耐心又專業嘅數學補習導師，經過多個月嘅努力，佢最終喺 DSE 數學科獲得咗5星嘅成績，成功入讀咗心儀嘅大學。我哋感受到啦，我哋 Tutor Circle 尋寶唔單止係提供一個補習嘅配對服務，其實係更加幫助學生去尋覓佢哋嘅夢想，提升佢哋嘅自信。呢一啲故事咧，每日都發生嘅。每次聽到學生嘅進步同埋家長嘅感謝，令我哋感覺到我哋呢10年嘅努力，一切都係值得嘅。Tutor Circle 除咗一個補習配對嘅平台，佢更加係一個教育嘅橋樑，去聯繫家長、學生、導師，去促進學習同埋成長嘅。我哋嘅使命唔係單單為咗配對導師，而係透過科技同埋貼身嘅服務，為學生提供最合適嘅導師同埋補習嘅方案。我哋希望打破地域同埋資源嘅限制，讓優質嘅教育資源咧可以觸手可及嘅。同時 ，Tutor Circle 尋寶都係一個賦能嘅平台，導師可以將佢嘅知識同埋經驗傳遞俾下一代，實現自我嘅價值。我哋嘅自動化配對系統同埋視像補習嘅服務，令到學習可以超越咗課堂嘅限制。Tutor Circle 係一個改變教育生態、培育未來棟樑嘅平台。真係，我就覺得佢唔係話100分，即係90分都一定有㗎啦。因為佢本身佢同個小朋友關係都好好，佢咁講真係個感情都好好啦。咁但係啦，完全100%咧又唔係。咁好似我都試過係有啲我認為可以有進步空間。咁但係個補習老師又好似未如我嘅期望，應該咁講。咁我就同翻你哋嘅客服講，佢咧都好快即時去同個補習老師去反映翻。咁當然啦，你話係咪第2次即刻可以即刻去到即刻完全第2樣嘢咧？又唔係，佢喺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慢慢去漸進式咁樣咧，去話俾小朋友聽，你點樣去即係用翻佢嘅方式去迎合翻家長嘅期望。呢個我覺得好緊要。佢哋嘅角色唔單止淨係教書嘅，佢哋係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嘅職業。用佢哋嘅耐心同埋專業去影響下一代，呢一個係我哋嘅使命。希望 Tutor Circle 可以同更多導師去合作，去教育更多嘅學生，幫助佢哋成長。喺未來嘅10年啦，我希望 Tutor Circle 尋寶咧可以繼續擔當教育嘅橋樑，去幫助更多嘅學生，透過科技同埋用心嘅服務，去幫助佢哋去學習更加個性化、更加簡單。我哋嘅願景係成為亞洲領先嘅教育科技公司，去幫助亞洲嘅學生喺學習方面改善同埋進步嘅。使命係為亞洲嘅學生提供最優質嘅補習配對服務。我哋現時已經拓展去新加坡同埋澳門，希望嚟緊可以拓展去更多亞洲嘅地區，幫助更多嘅學生。我哋作為香港領先嘅補習配對平台，我哋目標係幫助更多嘅學生提供最優質嘅補習配對服務。教育嘅重要性係絕對唔容忽視嘅。我哋會繼續引領教育嘅創新，去幫助更多嘅學生去達成佢哋嘅學習目標。